是给你女儿送药对吧？哎。那个给您送盒饭的。真的感谢你们呢，谢谢你啊。喂，你好，出来了没？我在那个天成花园欢迎您这个门口。那这不有一个红棚子嘛？就在这个红棚子这儿，看见了没？红棚子，我看到是个黄色的挡板的，那边是。不进小区，顺着路走。顺着路走。你朝那个路口走。这里挡。你走的那条路是不是两边说这个面房什么的？是不是？啊，是的。红绿灯往左拐。红绿灯那边我看一下，红绿灯那边好像挡住了，拐不了。挡住了。啊，是的。跟您联系的吗？哎，你好，谢谢哈。好的，我拍个小视频，这个一个500毫升酒精。哎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好。一开始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1月23号。我现在除了给一些病人送药之外，还给一些残疾人士、独居老人送自热盒饭。是您孙女？哎，我孙女她担心我。那还有口罩吗？口罩。那您忙着，我早上去下的。好。一开始是自己相当于垫资吧，大概1万左右。啊，谢谢。好，没事。后来联系到一些外省的一些义工团队，提供了物资啊、资金啊，进行一个派放。谢谢啊。我慢慢，谢谢你啊。你看等一下，我们搞完是吧？3元的，还有花子。你自己就好了。有名字的在这里排队，没名字的在旁边先等一下，不要老是堆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看得到，我们真的看都不上。手机了，跟他们说了的，单子微信搞了登记有的，要等到我连名字来。说吧，我们先说。等一会儿再来。都是假的，是不是假的？这个那个毛说是，都是假的，个人都秀。口罩戴了1个星期，我把这口罩换，这要来加微信，他说没得了，他说不加。这来找的领口罩啊，他这里没有登记，这全部是做的假。我是志愿者，他领不到东西，他说我作假。作假都是作假，你不是做秀的志愿者，你打了志愿者的牌子是吧？来，你把我照了。有没有那个？他跟别个加后头有问题啊！他跟别个加，他不跟我加。后头有问题。他说没得了。你要人多，你都维持秩序啊，别个站到就完了噻。你这搞别个都轰下来，你妈又不搞，搞得莫名堂了，你们这。东西以后再不发了，后面的饭鸡蛋都不发了。有人怀疑我不想再做这种事情了。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他是志愿者，我他作秀。志愿者，所有都不发。志愿者没得。别个找我是因为别个之前都已经跟我说。你才跟别个加微信加了没有？别个之前跟我已经联系好，你别个联系好，联系好的。那你怎么说没得了的？那你没得了，不能怪别人，我搞那搞这。我是下一回噻，你怎么没听懂呢？我是知道嘛，我下一回再来，我加你微信。这是正能量东西，那个人他是没领到，他心里不平衡，知不知道？他肯定要会受药嘛，是不是？第二个也是志愿者，口罩、酒精都领过的，有的。他做了物的不提问，你是哪有的？不可能有的。你要是有能力，你来做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我怎么会做？这种正能量应该多做秀，做秀很正常。但是这是好事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都搞了几次爱心菜了，你通过物流加的这个群，这别个有时候他么子做秀哦，么子就是能捞起来的。其实真的他都发了几次这个菜我们都去了，都是他的爱心菜，真的是不错的个啊，这么小是吧？说起来吧，就是也有一点委屈了。可能说这30多天吧，基本上2天有一次吧。听一个人的，我们大多数人主要是蛮听你的，你也是辛苦了。
那一天早上，我和社区的志愿者正在发口罩嘛，监察局打我电话，他说有人举报你，说里面是有一些药物是涉及到处方药，我没有医师资格证，我不能以我的名义在公开场合进行药物的标价，所以就被人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质疑。到了警察局里面，他拿着一本这么厚的相关的刑法的问条说要进行盘问啊，5个小时吧。因为当时就是那一条微博，确实我没有说的特别的清楚，我大概说的是一些药物的价格，我也标明为什么这样收费。他查完之后，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要关注你微博，然后他也站出来，只代表他个人吧，进行了一个声援或者说是澄清吧。明天或者天晴的时候跟社区一起发吧，还是要发吧，因为这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到他们手上的。哪种问题？要不我们这个店？喂。你好。那个自热饭是吧？好的。您到哪里了？我等一会就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等您了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我很安心。之后能不能让他进来就看那里，我们卸个东西。可以打开吧。看推荐给我们的，好，开了。这都是的吧？20分。有的事情我认定了，那就很执着，尤其是在接受到质疑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更不能够轻易的去放弃，而且在我内心深处可能也有一种也想证明一些东西。灾难总会去度过，这个社会终究是好人会占上风。你看这个蛮好啊，还 OK， 真的。你放一下呗，好吧。妈，心理局。来，比个这个手势。好，可以了，不用机子，手放卡。不行啊，也80了。78。在1月23号，收到了很多关于新冠疾病的消息，说它会攻击老人，我可能就有点坐不住。到了爷爷那边呢，就把口罩什么都给他戴上。他就无意间一句话吧，就是说你给我这么多口罩，我也戴不完，应该要给所有人都戴一个。然后我想的也是，所以我当时就先是给一些邻居进行这样的一些口罩的一些分发。帽子的。帽子50，看到吗？我爷爷是他咽喉癌刚开刀，正在恢复中，然后我奶奶脑出血加脑梗。打电话来了，他接不接得到？你打。他接不了，他怎么就是还是会。你要跟奶奶讲，吃完饭坐下来。他怎么着只能躺着说好不好？你要打电话他接不了。但是我晓得，我明天要去，我会跟他讲。啊，不跟他，不打。想奶奶了是吧？啊。放个灯了吗？我连着需要拉一下啊。好，那个灯。是今天上来的吗？
今天查一查了，今天好，谢谢。2月9号的时候，一直都只是以为他只有脑溢血，然后后来才发现他其实还有一个脑袋还有个肿瘤。在之前回家的时候，他还知道我是谁，那个时候他已经都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是不是就没有药要打了？暂时没有了。谢谢啊。我就是必须得做点什么，就是我想推快，哪怕推快1、2天，想奶奶快一点进入到医院。我需要发我外婆那确诊的那不用，我看您说您在那个给我留个药，不管有没有都可以缓解。好，弟弟，邮递多少钱呢？这个不用，这个都是别人捐的，我就负责专门给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 500毫升酒精大概5度。好，谢谢。这里，这个柱子上面3盒莫西沙星，2盒奥司他韦，3盒那个阿比多，酒精口罩。这个口罩你自己拿的啊。哦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自己注身体啊。好。那个药拿了吗？现在给那个送进的，他没有口罩，所以他下去不了。能下水没有？这个2个孕妇。哦。我每个人就是拿1瓶，反正进我下次再送你1瓶吧。酒精2个阿比多。好，那我走了。谢谢。今天是我给老人病人送药的第17天，感觉现在半个月前那些基础药都已经跟得上了。今天也是一个普通又严峻的一天，感觉武汉市其实没有像之前那么很焦虑、很恐慌，它也有斗志了。而且今天湖北省的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跌破1000位了，这也是让我感觉很有动力的一件事情。加油吧，就继续努力吧。其实今天晚上心情还有一点小愉悦，一方面药到了，2方面是天气还不错的，而且感觉大家都陆陆续续收到一些康复了之类的消息，让我感觉很有动力。其实武汉还是蛮美的。当我穿过沙漠遇见你，我是一丝山一根枝就是一样落入地平线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那个过来拿安心裤的，我现在出发到您这里来的路上了。你在哪儿？你到哪儿？不5点钟到吗？现在好晚了，都已经。我出来一点状况，已经在路上了，估计半个小时左右吧。还要半个小时啊？因为对，我早就下班了，我一直在这等着在。那拿不了了吗？是吧？今天？对啊，你如果没有出发就飘来拿，你明天白天再拿嘛，何必今天晚上天气又不好？那我明天再过来拿，好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明天来呗，明天白天来安全一些，别晚上骑车了，晚上骑车不安全。好吧？好，对不起。你好，我跟你联系这个。哎，对，我这一张都是你的。啊，可以，谢谢。吃个饭，然后开始加热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谢谢。您是杨祥林对吧？哎，对。好的。真的非常感谢您。好。哎呀，每天到现在还没吃饭，每天就弄他的这个喂完了，有时候晚上，前一段时间还好买了一点，小区团购帮我买了一点饺子。这个就会轻松些，您直接方便热就行了，各种味道都有。谢谢。而且下周我这边跟那边对接，每周会过来给你送一下。可以，我就特别真的很感谢你们，真的很感谢。谢谢。我爸爸前几天照过来的，跟你情况是一样的，就是没人搭把手，所以你说的我完全都知道。如果这次微博上没有发出求救信息，大家没有捐助这些东西的话，反正肯定现在都不在了。可以见他们，谢谢啊，慢一点。好的，辛苦您了。经常联系啊，有什么需要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
这五油是挺方便的，放到坛子里面以后呢，就跟它蒸的时候一起蒸，再放个馒头上面啊什么的，它就可以一起吃了，都挺好的。我在网上别人举报过他，然后药监局嘛什么还查了，但是上面的先写的一篇报道嘛，好像出入很大。他先的一篇报道叫武汉老吴，就是送药人。所以说我以为是一个年纪大的，然后今天刚好又有一个，看见一个图片我才知道是一个年轻人，然后看见他说的话，从小啊有这种英雄企业啊，喜欢打怪兽啊，喜欢装奥特曼呐，就是他还是年轻人现在真的挺好，他能够自己一个人做这种事，真的，还有他家人还挺支持他，我觉得真的好感动。9月9号嘛，他已经第3次脑出血，而且这个气管是切开的时候也已经是第3次了。我们现在所有的生活几乎都是别人捐助给我们的。如果说没有这些社会上的这些人捐助我们，我们现在真的。我一开始就是帮忙的这种心态，无力感确实会有。一开始可能一天只有5个人，到现在我一天规划好最多的一次有20家，发现自己其实还是能做很多事情。送药我真的不是说帮你治好，就是让你觉得你还有一根稻草。那个时候就感觉其实质疑也好，疲劳也好，流的汗也好，吃的棉花都觉得很值得。不怕啊，这医院做手术做得蛮mau的，你做就好了，做就好了啊！啊，不怕，听到吗？我在外面等到你啊！好，感谢。因为他们要做手术，我先给他干好。好。要是无忧给他买的，无忧给他买了赶紧忙哈，真的，无忧给他买了赶紧忙生。哎。喂，是几号楼的3楼啊？居 N 楼3楼是吗？好。这里在给正好有7个小时，5个小时。他是说做完了之后，进重症病室多住一段时间，恢复的好一点。好。住院很难，但是后来在志愿者帮助下，轮到奶奶无缝对接到了医院。这里。你放到床单备好啊。好，我去拿，跟着他走是吧？好的。很多朋友也是在帮助我，毫不相关的人也在帮助你、保护你，让我更坚定地做这件事情，也希望自己也能帮助到更多人吧。39号是这边吧？那边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？他让你等下再听。王奶奶。哎。对，这是一盒米饭，然后我可能每周都可以给你送一下，直到这个疫情结束。这个疫情就快点结束吧，不结束不得了。无硝烟的战争。是的，奶奶说的对。真是感谢你们呢。啊，没事。在这疫情中，你们到处跑。那您就
保重，好吧？后面我再来，还会再来一趟的。好好，你慢慢走啊，加油。是的，我说我放门口吧，我把快递放门口，我还去别的地方收东西，在那个门卫门口了。好，我走了。好，记得了。有证是吧？对。好，这是一盒鸡肉饭，然后我把那个整个操作发你微信吧。好，谢谢。我一开始只是觉得我就发个口罩，而且我没有想过做这么久，只是觉得那是对的，就只是搞了再说吧，就这种。我觉得这是很多武汉人都会有的一个点。人生的长度和厚度吧，总得追求一个。现在对于我来讲，没有任何事情会动摇我给大家提供帮助。等到真正没有人找我就停吧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设限了。There'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is tunnel we're in, and I can see it peeking through. Love forever.